接下来这道呢，就真的是我非常私心，我非常喜欢的一道菜哦。喜欢吃海鲜的人，没有人不喜欢这一道哦，因为它的名字又取得很好听，对，叫做金钱虾饼。对，而且我这次有做一个稍微的改良啊，因为传统的金钱虾饼它要用的是肥猪油。我喜欢。对，肥猪油，但是呢，现在人因为健康的观点啊，我现在有把肥猪油用其他的东西来取代。吃起来更鲜甜、更健康。那首先就是买这个虾仁哈，这虾仁记得买回来之后，它很重要是水要先吸干，因为待会要拍这个虾的时候才比较好拍哈，然后它的虾浆才会出来，而且就会比较黏嘛哈。对，比较粘稠这样子。好，来，好，稍微压一下哈，好，啊，都已经吸干了哈，好，那再来第二步骤呢，咚咚咚咚咚，传统的话，是切，但是我这边是教大家用拍的，对，就是把刀子拿起来哈，像那个压一下，横拍这样子，这样子有没有看到？但是它不是直接下去而已哦，它是一边拍一边往旁边拨了，而且这个要蹲马步蹲好，我先蹲个马步好，对，马步蹲好，对，然后这样手这样，那这时候你要站在我的后面。免得被那个虾浆喷到。不是喷到，然后还有的人就是一切那个手一划，那刀子就这样就飞出去了，小李飞刀了。对，很危险。我们今天是小龙飞刀，不是小李飞刀。所以我都是这样子，我再往前面拍这样。哇，其实龙师傅做这道菜最辛苦了，因为人高马大，他要蹲马步。像我们这种腿短的来蹲马步比较快，对不对？没有，其实做菜就跟练功一样，你知道吗？要按部就班，马步蹲好，你看这个力才出得来，你看。所以不要看这个动作，这动作好像很简单哈。等你拍完100公斤的时候，你再来告诉我，你就会了。而且这个力道要拿捏得好，对。啊，太有趣了。对，然后再来就是开始剁。好，这个动作就可以轻松一点，就这样哈，轻轻松松哈。不用2只啊，其实1只刀就够了。我喜欢耍帅，我都用2只。对。好，那这个剁完之后呢，来先把这个放到钢盆里面，好，放到钢盆里面，好。也不要剁得特别的细哦，对，要留一些口感。那这个里面这个东西呢，这个是这个荸荠，荸荠，那传统的话，你可以用那个洋地瓜，然后把它切成颗粒状，那这个量是差不多是整个虾浆的大概1/3的量就好了。这不要太多，因为太多吃起来它这个口感会不太对哈。先放在旁边，然后再来呢，传统是要放很多的肥猪油在里面，增加它的滑嫩度。但是我今天用这个是干贝。为了我的身材，龙师傅特别用干贝。除了这个之外，这个虾子的鲜味会更棒。那干贝很简单，它只要先干的回来先洗过之后放在那个碗里面加水盖满，拿下去蒸，大概蒸20分钟拿出来就可以了。不用加米酒吗？可以加一点的米酒或绍兴酒去把它提它的味道都可以哈。因为为了你的身材，我全部加下去啊。哇，龙师傅真的是对我太好了。对，好，那再来呢，就是里面要加点芹菜。芹菜很重要，所以芹菜我都先把它拍过之后，然后切成碎末状。那芹菜这个东西在里面，它是一个提香而已，所以不要太多。太多的话，好细哦。对，要切细一点哈。那芹菜在口中吃起来是要若有似无的感觉，你不要切太大，切太大你吃到会觉得很突兀，这样子，嘴巴都芹菜的味道。所以也要有朦胧美就对了。是这个量就这样就够了哈，千万不要太多哈。那再来呢，就是要做一个调味的一个动作了。它只要基本的像盐巴、胡椒这几样东西，就把这些味道都带出来它的鲜味哈。好，那这个尽量我是建议大家用手就是把这些食材混合在一起就好，不要再去摔了。好，那再来第2个步骤呢，就是要来一个3温暖。为了让它的颜色要比较漂亮，我这边第2颗是对取蛋黄就可以了。对，增加这个颜色哈。准备一个铁盘哈。好，那一样哦，抹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动作哈，不然待会儿里面的丸子呢拿不起来了。对，全部都粘住了哈。好，那再来呢，
就是就抓一口在这边，是，然后呢，你这样子1、2，大概30公克，像一颗乒乓球大小就可以了。好，你这个时候形状先没有不要很圆没关系，因为我们之后还在整形，好，就是这样子哦，把它搓成一个圆球状这样子哈，好，圆球状哈。好，那这里呢，下一个步骤要来开始沾蛋液了哈，就是把就把它整个都淋上去就好了嘛，淋上去，对，淋上去，对。哇，这个方法很赞。然后再来呢，第二个动作就是要撒粉。哎，这个方法真的是太好。常常观众朋友是不是放了一堆太白粉，结果沾完之后那个太白粉不晓得应该怎么办？是的，好，教你一个方法，拿来洗碗，非常的干净。拿来洗碗啊，哎，非常的干净。那我也学到了哈。哎，好，那重点来了，因为它只有上面，所以下面也要撒一些太白粉。好，那再来呢就是这个面包粉的部分，面包粉的话就没办法了。我还以为说他的办法也是把它很潇洒的撒下去。面包粉就得这样下去了。对，一个。因为这边下来之后就开始要整形了哦，你看一下，做完就整形，你看一下，就是要整成这样子哈，一颗圆圆的饼的形状。这个时候，对油温的话，你可以用因为我待会要用这个面包粉下去炸，所以你就把面包粉丢进去看一下，哦，大概像丢进去马上浮起来的这个程度，然后旁边又要有一些小泡沫。对，这个就是最适合的一个温度了哈。好，那这个下去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哈，稍微把它分开，然后呢就一起下去。我一起下去。哦，这个都要一起下去哈，那再来哈。哦，我还以为还要一颗。不能一颗一颗的，好了，一起下去哈。好，那这边就稍微一点时间让它炸哈。好，可以来看一下哈，你看在炸的时候，尽量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要尽量帮它翻面，哦，这样颜色才会均匀。对，所以你要做这个动作，动作要很快啊，就把它翻面这样子。它现在已经起很多小的气泡了，对不对？这表示它里面的虾肉已经开始熟成了，才有那么多小气泡出来。那最后起来的时候，千万不要等它颜色变金黄色再起来，因为到时候放冷的时候，它颜色会变得越来越深了。你如果很敏感的话，你会发现它的颜色其实会比刚刚还要再深。还要深，对，好，所以这个时候赶快起锅喽。如果没熟的话呢，还要再丢进去吗？再丢进去就好。哇，有了，你看都熟了，整个干贝啊，有没有？虾肉都熟了，对，而且很香哎。你不要再说了，我好像一直想要流口水。我刚一切开，整个都是干贝的香味。而且我觉得刚刚那个龙师傅用了这个芹菜真的是一绝。为什么？如果没有这个芹菜，你会觉得切开的颜色呢，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的饱和吗？是的。那有了一点这种芹菜它又会香气又会不一样。好，然后口感上呢，就像他讲的似有似无啊，其实这种感觉最美了，对不对？对，好，那我就来做一个简单的摆盘，好，然后再你看，那我们今天也就完成这一道。你看他一直叫我要 happy ending 啊，金钱虾饼，他还说他没有很赶，其实是我比较赶，好吗？对啊。好，今天真的很谢谢我们的这个黄锦龙师傅我们的龙师傅非常非常的专业，那也是真的是。这个金钱虾饼，大家要是没有做的话，我只能说残念です，太遗憾了。你一定要做，因为一点都不难。对 ，OK， 好，这是我们今天龙师傅带来的2道非常经典的这个一个金钱虾饼，很吉祥。另外一个就是花枝的乌鱼子，我相信观众朋友呢，一定会很喜欢哈。我们龙师傅呢，你如果没有回到台湾没关系，龙师傅都到世界各地，甚至都还到非洲去，对不对？对。还到非洲去所以说呢，大家呢想吃他的料理呢，就锁定我们的这个电视节目。那有回到台湾的话呢，就亲自来吃龙师傅他们自己餐厅的这个5星级的料理非常经典的台菜，绝对值得您过来试试看。那今天的这个金钱虾饼呢，送给全球的观众朋友，谢谢龙师傅，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